我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嘅題目咧就係公平夥伴新世代啦。咁喺裏邊嘅時候咧，如果過往咧，大家作為消費者嘅時候啦，咁大家諗下你去買嘢，你會點咧？肯定咧，我哋會諗最平、最方便咁去購買個產品。我哋好少會諗，當我買嗰個產品嘅時候咧，究竟個產品生產過程裏邊對環境有冇影響？我喺生產者當中嘅時候咧，得唔得到個合理嘅回報？我哋唔會諗呢樣嘢。同樣嘅喺過往嘅時候咧，我啲生產者，特別係一啲發展中國家嘅一啲嘅農民，佢哋好多時咧，佢哋係好分散，佢哋亦都冇嗰個知識、冇嗰個能力嘅時候咧，喺裏邊咧，佢哋又經常咧處於一個較為弱勢嘅情況。而商界我諗在座亦都有啲商界嘅朋友，好多時咧，我哋營商嘅時候咧，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考慮就係對股東一個交代啦。喺裏邊嘅時候咧，我哋希望每年個業績咧都有增加，我哋個盈利咧喺當中嘅時候咧不斷嘅成長。咁變咗咧，我哋好多時咧就會介睇短期嘅利益，因為過往嘅情況。新世代我哋而家踏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啦，我哋希望咧有個新世代、新環境嘅出現。喺當中嘅時候，我作為消費者，我哋會唔會考慮當我哋買產品嘅時候，我啲嘅生產者可以得到個合理嘅回報呢？我哋喺當中，我哋會唔會成為一個新世代嘅消費者，成為一個責任嘅消費者？同樣，生產者過往咧好多時咧，佢哋係大家唔識得互相合作團結。但係近年我睇到咧，世界各地咧好多嘅生產者，特別農民，佢哋透過團結合作，甚至組織一啲合作社喺裏邊嘅時候咧，增強佢哋嘅競爭能力。而商界喺當中嘅時候咧，以前我哋就係追求短期嘅利益，但而家我哋都知道咧，喺新世代裏邊嘅時候咧，我哋都要顧慮個社會嘅企業責任。同時間，甚至一啲有心嘅朋友，我哋唔單止喺營商嘅時候，我哋被動地去諗，究竟我哋對個社會，我哋有冇盡翻環保啦，或者對個人群嘅責任。甚至我哋去成立個企業嘅時候，我哋其中一個最主要目的係希望達成一啲社會目標。我個企業嘅存在就係希望去推動一啲社會目標嘅達成，就係譬如用社會企業嘅形式啦。可能你會話啦，施永南，你頭先咁講呢個咁嘅新世代，會唔會係烏托邦嚟㗎？喺當中嘅時候，喺裏邊係咪距離我哋香港嘅現況好遙遠呢？大家諗下，我哋觀察下我哋香港周圍嘅時候呢，頭先我所提嘅消費者、生產者或者商界，有冇喺度出現啊？如果你話冇呢，又唔係喎。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普遍地已經係成為個風氣呢？咁亦都唔係事實。但我哋睇到呢，好明顯呢個係喺21世紀一個嘅大潮流、大方向。最關鍵嘅係一回咩事呢？最關鍵嘅就係喺裏邊嘅時候，有冇一啲嘅推動者，一啲 change maker 一齊嘅去努力去推動，令到呢個嘅新世代咧真係可以出現到。喺裏邊嘅時候咧，我哋睇到香港咧過往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嘅有心人，大家一齊喺度推動公平貿易呢個運動嘅發展。唔同嘅界別，大家一齊嘅去參與。譬如今日在座嘅時候咧，睇到有嚟自學界啦，有嚟自商界啦，有嚟自喺當中嘅時候 NGO 啦。喺當中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唔同界別一齊推動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新世代嘅出現係有咁嘅可能。NGO 最好嘅好處就係喺裏邊，佢能夠將而家生產者面對嘅困難、面對嘅挑戰，同我哋去分享，令到我哋可以知道原來地球嘅另一邊好多生產者喺當中嘅時候，佢哋生活嘅狀況，佢哋而家個困難係點。同樣嘅學界嘅朋友可以喺當中嘅時候咧，幫我哋深入嘅去研究點樣去更加有效去令到公平貿易呢個運動去推動，點去實踐。同埋學界最緊要嘅就係令到下一代可以喺當中嘅時候咧，去了解到公平貿易呢個意義。同樣嘅，我哋睇到中介界喺過往幾年裏邊
喺香港推動公平貿易嘅時候咧，亦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宗教團體好多時佢哋可以接觸到好多嘅群眾喺裏邊嘅時候，我哋都睇到唔同嘅宗教，佢普遍都係強調向善，強調關心社會、關心周圍嘅人。只要宗教界喺裏邊嘅時候，更加令到佢嘅信徒係去參與公平貿易呢個運動嘅時候，我深信呢個公平貿易呢個運動更加能夠喺香港裏邊紮根。作為一般市民嘅時候，或者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哋可以身體力行嘅喺當中嘅時候咧，透過我哋嗰個購買，將嗰個嘅實際嗰個嘅理念去實踐出嚟。而商界嘅朋友，我哋睇到咧，而家越嚟越多商界朋友咧，唔單止係關注環保嘅問題啊，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嘅問題，亦都喺裏邊嘅時候咧，大家去睇到咧就係好希望透過我哋嗰個嘅營商，透過我哋運作嘅時候咧，可以帶嚟一個嘅可持續嘅發展，帶嚟喺當中嘅時候咧，去對人群嘅一個嘅關愛。喺過往香港，我特別呢幾年裏邊嘅時候咧，每年咧都好多嘅一啲嘅活動去推廣公平貿易嘅信息，唔同嘅界別大家一齊嘅參與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其實帶嚟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個影響係咩咧？就係移風易俗，移風易俗。頭先我提嗰個新世代，究竟係咪能夠出現咧？其實最關鍵嘅就係喺裏邊嘅時候，我哋成個社會係咪能夠改變到我哋嘅價值觀，改變到我哋喺當中嘅時候咧，過往一啲嘅可能有問題嘅做法。睇翻而家喺香港嘅時候咧，近期咧有個調查咧，就帶嚟一個都幾好嘅我哋一個嘅希望。嗰個希望係點咧？佢睇到咧，原來而家香港唔少嘅市民，即係喺個調查裏邊咧，佢係一個網上嘅調查。佢喺當中嘅時候咧，70%嘅香港嘅網上嘅即係調查者啦，佢表示咧，佢哋係會支持社會責任嘅商店咧去買嘢嘅。同時咧，其中嗰啲嘅受訪者裏邊咧，有65%咧係表示咧，佢哋曾經購買過公平貿易嘅產品。呢個係一個好鼓勵性嘅現象。同時間我哋睇到咧，喺香港咧，而家超過咧100幾個零售店咧係售賣緊公平貿易嘅產品。而公平貿易嘅產品咧，喺香港咧以前咧就可能個選擇同埋種類咧都較少。但係過往隨著好多唔同嘅朋友嘅一齊努力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咧而家公平貿易嘅產品咧個種類咧其實係即係基本上我哋日常生活所需要嘅必需品咧都有咖啡啊、茶啊。或者我哋平時就算食嘅米啊，我哋着嘅衫啊，或者大家嚟緊，即係如果中意睇世界盃嘅時候，我嘅足球啊等等，你發覺喺當中，即係我哋喺生活唔同嘅層面嘅產品裏邊咧，而家香港都有公平貿易嘅產品。最關鍵嘅係點咧？最關鍵嘅就係話喺當中嘅時候，如果我哋要令到公平貿易運動喺香港真係能夠生根，真係能夠更加廣泛嘅去發展嘅時候咧，我哋需要更加多嘅推動者一齊嘅參與。在座我哋每一位今日嚟到嘅時候咧，其實我都知道大家係好有心，係想認識多啲公平貿易，或者好有心希望去參與公平貿易呢個運動。所以我鼓勵大家，經過咗今次呢個研討會之後，我哋大家一齊喺香港成為公平貿易嘅推動者，令到無論係消費者或者生產者或者商界喺當中嘅時候，我哋能夠大家一齊嘅建立嗰個嘅伙伴關係，成呢一個公平貿易嘅新世代。因為最核心嘅就係我哋需要將成個社會嘅風氣喺當中嘅時候咧，我哋去改變，我哋去關心一啲有需要嘅人，我哋以一個良心嘅消費去透過我哋嘅消費行為去帶嚟個改變。咁多謝大家。